120年初推動客語教學，2年自由學教老人院。推動客語教學自由人員，李美基教師。各位兄弟，幸福美滿，嚟到正陽節。過年的時間我會送火吧。新年快樂！曾經是教學，最重要的都平常一定要講。按我哋台學教用到的生活用語，像排列啦、送片數啦、數東西啊，一道我哋一天都用客家話來同新人嚟教。記遊戲啊，像今日呢個足球啊，因哋要教都要講客家話。要學客家話，唔可以像學教一片教，家長嘛一定要來聽書，再來都係有到啲家長，因為伊可能土嘅食嘅也係食家嘅老公，唔係客家人，因為台屋卡都冇講客家話，所以我感覺台屋卡安用嘅技能可以停定來講，嘅語言那唔會唔驚學。一個係很重要的問題，城區文化的問題，因為現在幾多新的文化吼，以前冇客家話的，像漢堡啦、薯條啊、鬆麵啊，一到我都開始嘅時間都唔知安樣講，嘛唔知自家講錯也係唔錯。我哋咧嚴重吼，伊嘛係行業，伊第一個語言同嘅文化傳承嘅重要。我哋學校呢，差唔多有一半嘅先生都有初級嘅認證，唔係行業咯，伊好容易，伊嘛有初級嘅認證，他緊人咯，都向卡來討論，我哋安樣嘅判本身人呢，可以學習。可以真實生活的地方都來學到，唔係講錯嘅停念安尼，必然自家都會講出來。